Nityanandam，歡迎大家收看活用薄伽梵歌。請大家雙手合十放喺心前，以梵文誦唱 Sadguru Vandanam 開始。Sadguru Vandanam Nityanandam Paramasukhadam Kevalam Jnanamurtim Dvandvatitam Gaganasadrisham Tattvamasyadilaksham Ekam Nityam Vimalamachalam Sarvadhi Sakshibhutam Bhavatitam Trigunarahitam Sadgurum Tam Namami。請大家放鬆，慢慢張開眼睛。我哋一齊誦唱連接聖灰斯拿以及連接薄伽梵歌神聖知識嘅梵語。Om Vasudevasutam Devam Kamsachanuramadhanam Devaki Paramanandam Krishnam Vande Jagadgurum Om Parthaya Pratibodhitam Bhagavata Narayane Nasvayam Vyasena Grathitam Puranamunina Madhye Mahabharatam Advaita Mritavarshini Bhagavati Ashtadasha Dhyayinim Ambatvam Anusandadhami Bhagavad Gita Bhavadveshini。 活用薄伽梵歌嘅內容，主要係同大家分享薄伽梵歌嘅真理，並且從上師嘅解說入邊得到啟發，將字面上面嘅真理實踐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會定期更新影片，如果你對於呢個系列有興趣，就請你而家訂閱呢一個頻道，同埋同你身邊嘅屋企人、朋友分享呢一條影片。而家我哋正式開始深入閱讀內容啦。你係你自己最好嘅朋友，亦都係你自己最糟糕嘅敵人。無論你係希望貶低自己，定係提升自己，都係掌握喺你手入邊。灰斯拿俾大家方法，透過成為瑜伽行者，同佢至高嘅意識合一，往內在睇入去，喺落任何結論之前，先創造圓滿嘅空間。呢一個係第6章禪定瑜伽嘅訊息。灰斯拿繼續回答前一章嘅問題。我哋以摩訶婆羅多入邊一段故事開始。有一次，拘盧族嘅長老想測試一下拘盧族嘅王子同潘道族嘅王子，佢哋邊一個更加聰明、更加有智慧。於是佢哋就設計咗一場比賽，考題係用1個金幣將自己嘅宮殿填滿。拘盧族有100個王子，佢哋攞咗金幣之後坐埋一齊商量，100個腦袋自然就會將任何嘅計劃方案搞到一團糟。你要明白一樣嘢，你可以擁有100隻手，但唔能夠擁有100個頭腦。頭腦應該只有1個。可惜嘅係喺日常生活入邊，我哋有成千上萬個頭腦，
但一隻手都冇。於是呢100個佉盧族嘅腦袋就坐埋一齊，激烈咁討論、爭吵，甚至打交。佢哋猜測，我哋點可能用1個金幣就將成個宮殿填滿呢？每一個頭腦都提出自己嘅策略，而否定其他人嘅提議。經過咗一輪嘅爭吵同埋混亂之後，佢哋就得出咗個結論：呢啲長老呢都係騙子嚟㗎，佢哋喺度欺負我哋，剝削我哋，令到我哋覺得自己係失敗者。經過咗呢一場互相指責、自身感到被剝奪、被欺騙嘅戲碼之後，佢哋終於決定用1個金幣去買乾草，就係嗰啲收割咗剩低落嚟嘅穀物同埋稻草嘅殼。而潘道族嘅王子就坐埋一齊去聆聽正法。雖然佢哋每一個各自都喺唔同嘅領域入邊都係無與倫比嘅專家，但係佢哋始終都係同正法同步接軌。潘道族5兄弟入邊，堅戰身為長兄，其實就係正法嘅化身。佢同另外4位兄弟一齊體現咗一致性、真實性、責任感同埋豐富性呢4個特質，並且擁有語言、思想、感受同埋活用呢4種力量。暴君係風神之子，代表身體嘅勇猛、一致性同埋真實性嘅力量。阿朱那係眾神之王因陀羅嘅仔，亦都係那羅嘅化身，係那羅耶那嘅最高進化人類能量，亦都係由責任感所喚醒嘅感受力量。無種係一位聰明嘅策略規劃者，負責規劃所有戰爭嘅策略，體現咗智慧嘅感覺，由真實性所喚醒嘅可能性空間，即係思考嘅力量。階天係一位偉大嘅占星師，體現咗一致性語言嘅力量。因為佢哋同正法同步接軌，潘道族5位王子就好似一個擁有10隻手嘅頭腦，全體團結一致咁去表達豐富性，即係活用嘅力量。請大家仔細聆聽，薄伽梵喺呢一度定義正法，你嘅語言嘅力量、思想嘅力量、感受嘅力量、活用嘅力量就係正法。正法就係將自己同宇宙嘅流動同步接軌。於是潘道族5位王子一齊討論，用1個金幣要點樣先至可以將成個皇宮填滿呢？既然長老佢哋都咁樣講，咁就一定係有辦法㗎。評審嘅日子到咗啦，所有佉盧族嘅長老，包括祖父天世、德羅納、維杜羅同埋慈國王，即係佉盧族100位王子嘅父親，都聚集喺一齊。佢哋首先嚟到蘭迪，亦即係佉盧族儲君嘅宮殿。佢哋睇到成座佉盧族嘅宮殿都堆滿咗乾草，而所有佉盧族嘅王子都企咗喺外面，連佢哋自己都冇辦法走入去。天世就問佉盧族嘅王子：做乜嘢啊？你哋點解會企晒喺外面㗎？啲王子就回答：可以點樣啫？你哋只係話俾我哋聽，要用1個金幣去填滿晒成座皇宮。用1個金幣，我哋可以買到啲乜嘢啫？所以我哋就用乾草填滿晒咯。嗱，你睇下，我哋而家贏咗比賽啦。而家呢100個頭腦都企喺外面，
同埋拘盧族嘅長老都冇辦法走入個宮殿入邊。慈國王非常之開心，佢好急就下定論，睇下我嘅仔幾有智慧，佢哋將整座宮殿都填滿咗，你哋應該宣佈佢哋就係勝利者。拘盧族嘅王子同埋潘道族嘅王子嘅老師羅德納，佢曾經係一個好貧窮嘅婆羅門，佢受到慈國王嘅支持，所以慈國王講啲乜嘢，對於德羅納嚟講都係結論，亦都係因為咁，佢只係同意呢一個盲眼國王嘅結論。但係天勢就阻止咗德羅納，佢話：等陣先，我哋都去另一個宮殿睇下，然後先再決定邊個贏個比賽啊！拘盧族嘅長老嚟到潘道族嘅宮殿，佢哋見到成座宮殿都充滿咗燈光，仲彌漫住芬芳嘅香氣。原來潘道族嘅王子用咗1個金幣買咗陶土做嘅燈，點亮咗個燈光，同埋令人覺得心情暢快嘅特殊香料。啲長老一入到去，潘道族嘅王子就幫佢哋洗腳，請佢哋上座，並且奉上水果。招待完佢哋之後，潘道族嘅王子就好謙虛咁同長老講：請你哋睇下，成個宮殿都充滿咗燈光同埋香氣。當然，雙目失明嘅慈國王並唔願意接受呢個結果，於是佢就走到每一個角落，用佢好敏銳嘅鼻去周圍聞下，檢查每一個角落，發現所有嘅角落都充滿住令人好舒服嘅香味。最後，拘盧族嘅長老就宣布潘道族贏得呢一場比賽。圓滿就係創造一個被充滿嘅空間，俾你可以活喺其中，就好似潘道族王子嘅空間咁，充滿住燈光同埋香味。而你內在圓滿嘅空間，亦都係充滿力量同埋幸福嘅香味，俾你可以活喺其中。兩座宮殿都被填滿晒所有空間，你都係一樣，但係好似拘盧族咁樣，定係潘道族咁樣呢？你係被乾草所填滿，定係香味同燈光所填滿呢？請明白，圓滿俾你活喺滿足嘅空間入邊，而唔圓滿俾你嘅總係不滿，令到你冇辦法活喺其中。由於沉重嘅唔圓滿，拘盧族嘅腦袋激烈咁打交，最後佢哋厭倦同自己嘅唔圓滿打交，徹底嘅困惑，就跳到去一個錯誤嘅結論，用乾草填滿整座皇宮。而潘道族充滿圓滿嘅空間同埋活用嘅力量，優雅咁豐富咗長老，亦都豐富咗自己，享受燈光同埋香氣。壓力到底係乜嘢呢？佢不過係將自己充滿乾草，你嘅內在被佔據，但係唔滿足，內在充實嘅都係冇用嘅。如果喺做一個決定嘅時候，你需要反覆思考200次，你嘅頭腦就會好似拘盧族一樣咁疲憊。內在充塞住好多唔圓滿，互相打交，你要做嘅嘢一係就失敗，一係就會走向完全相反嘅方向。因為拘盧族嘅王子冇辦法處理自己內在嘅混亂同埋外在嘅爭吵，所以佢哋就跳到去一個錯誤嘅結論，就做返啲嘢啦。
任何出於唔圓滿，以做啲嘢嘅心態所做嘅決定，就等同自殺。如果你對屋企人咁樣做，就係殺人。如果你對好多人都係咁樣做，咁係種族屠殺。潘道族5位王子所做嘅，係出於純粹嘅圓滿空間。薄伽梵喺呢度話俾你聽，當你創造圓滿嘅空間，每一刻你都會創造新嘅思維方式、新嘅感受方式、新嘅知識方式、新嘅存在方式，以及俾自己對於呢個社會同埋全人類提供可用嘅全新方式。往裏面睇入去，喺落任何定論之前，先創造圓滿嘅空間。呢一個係第6章嘅訊息。薄伽梵歌第6章禪定瑜伽係以灰斯拿嘅說話開始。喺呢一章，阿朱那冇再向灰斯拿提出任何問題，而灰斯拿就繼續回答返前一章嘅問題。以下有條問題幫助大家深化今日嘅內容。而家你嘅內心係充滿乾草定係充滿光明？你係覺得空虛定係感覺到充實？靜落嚟思考呢一條問題，俾佢喺你心入邊醞釀，唔好急住回答，俾答案從你嘅內心深處自然咁流露出嚟。頭先嘅內容為你嘅靈性成長埋下咗種子，而種子需要泥土、水分同埋陽光先能夠發芽生長。逢星期五新加坡時間夜晚9點半至10點，我哋會喺 Zoom 進行30分鐘嘅圓滿環節，俾我哋能夠從理解真理走向活用真理。新朋友可以掃描2維碼登記，你將會透過 WhatsApp 收到 Zoom 連結同埋相關嘅詳情。到時見。喺影片完結之前，我哋一齊嚟誦唱 Om Purnamudra， 將圓滿帶返去我哋嘅生活入邊。Purnamantra Om Purnamada Purnamidam Purnat Purnamudachyate Purnasya Purnamadaya Purnameva Vashishyate Om Sh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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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 Om Tat Sat Sarvam Bhagavat Shri Nityananda Paramashiva Padukarpanamastu Om Nityanandam